你想日日 keep 住高能量，其實唔使打雞血，唔使講咩大道理，有一個好方法，一試就知道 power 有幾勁。想象一下，地球所有人，除咗你自己，都係宇宙嘅化身。你遇到嘅所有人，其實都係嚟教你功課。無論係開心唔開心嘅角色，全部都有個用意，係嚟幫你覺醒同埋升呢。就算有啲人搞到你嬲、煩、唔開心，佢哋都係個隱形老師，專登嚟點到你嘅痛位，想你睇清，想你突破。每日都帶住呢個心情去感謝所有出現嘅人，無論係正嘅、負嘅情緒。慢慢你會發現自己由成日覺得點解又係我好慘，轉到呢件事究竟想教我啲乜嘢，成個心態由受害者跳到去創造者，你自然會淡定咗，少咗焦慮、自責同不安。當你開始停止向外求認同，唔推卸責任，唔成日怨天尤人，日子先至真正屬於你。你會發現咩情況都企得穩，主動同生活合作，將所有人事都變成自己成長嘅裝備。其實唔止係朋友，連嗰啲好煩或者搞到你嬲嘅人，佢哋都係化身成唔同嘅角色嚟提醒你。真正幫你升呢，就係嗰啲唔如意、唔啱你預期嘅人同埋事，全部都係功課。下次遇到難題或者激氣嘅人，好第一時間彈起嚟鬧，不如問下自己，呢件事到底要我睇返自己啲咩呢？有冇咩可以放下？可唔可以換個角度嚟睇，換個角度嚟學？呢種習慣養一排，你過嘅生活自然多咗平靜、感恩、自由。你有冇試過遇到少少嘅阻滯？原來最後係有啲嘢想提醒你嘅呢？留言同我哋分享下你嘅經歷，記得 share 埋俾朋友，大家一齊練習。全世界都係你嘅老師。關注迪安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